今仔日早起，咱先继续来关心美国加州洛杉矶境边的冲突是还未收煞，而且对移民局甲海关执法局抗议的行动是愈来愈多。美国总统川普甲加州州长纽森的冲突嘛咧扩大，国家大厦拄则确认会派700个陆战队的队员去洛城。 示威者对移民加海关执法局 ICE 的突击搜查行动正不满，加停伫路的已经被围甲乱七八糟的威某无人机灵车放火烧掉，加谷歌同款属于阿法贝集团的威某宣布暂停服务。 真侪所在拢有抗议 ICE 的示威活动，加州洛杉矶的波动是愈舞愈大，总统甲加州州长互相呛声。 People that are causing the problem are professional agitators, they're insurrectionists, they're bad people, they should be in jail. 国家大楼确定将会派700位陆战队员到洛杉矶，川普硬是要伫咧洛杉矶部署2000名加州国民兵，按算10月1礼拜3之前就会完成。也国讲支持边境政治主管霍曼逮捕阻碍执法的官员。 加州州长纽森讲，那呢就来抓话。纽森讲，陆战队进驻洛杉矶，安尼显示正无美国的做法。另外，洛杉矶的市长巴斯也是霍曼讲要抓的目标。 It was very clear that if raids happened here, that the community was going to respond in a very negative way. 洛杉矶的市中心即马宣布是非法集会区。美国广播公司记者问川普，是不是有可能使用1807年的拨乱法？川普回讲，这就要看是不是有叛乱的事实。 拨乱法准军队执行联邦法律，镇压叛乱，并且集体入侵。美国顶一遍动静是1992年，迄当阵的加州州长威尔森请求布希总统调派军队应付洛杉矶的暴动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